9日大地震是咱台湾历史性的大灾难嘛，因为这个关系呢，内政部逐冬拢伫个9月的时阵来办一个国家防灾日的活动。今年是以琉球海沟大地震来做情景，来规划连续3天的防灾演练。伫个9月17到19呢，会伫个宜兰甲新北来举办区域的演练。也若19的时，阁有全国性的演练，希望会当提高全民防灾的意识。 日本3.1大地震引起海啸，规片家园居民拢放假入去海泳，真紧互大家心惊惊。逐冬的9月2日，就是台湾的国家防灾日。内政部今年规划灾害情景是琉球海沟发生规模8.5的大地震，进一步引起大海啸。演练会伫9月17到19这3天进行。演练救灾地点就选伫宜兰和新北，到时会出动全国的消防来进行防灾演练。有2个场地，一个场地在我们的宜兰的运动公园，另外一个场地在我们的新北市的新庄公园。学校学生还有包括当地的一些包括防灾市居民，他都会配合我们整体的演练，然后去加入。另外9月19要安排一场全国的演练，透早伫9点21分，气象署会发布全国的地震警报；9点30分，阁有海啸警报；到10点59分，特定的电视台就会开始直播，放送灾难的现场，让民众随时拢有防灾意识。国中小学我来做一些地震演练，伫差不多9点半的时阵，我会发海啸预警。我们防灾工程能够做得好，在土石流发生的时候，那这个部落就不会去受到这个土石流的相关的侵袭。这届全民会也会伫9月17防灾日进行，安排人力去到全台741个关注民部落，巡视排水沟和冻水壁，防治水崩山。政府强调，希望透过中央、地方、民众3方的合作，提升全民的防灾意识。记者戴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